係等到頸都長啊！粵車南下終於有得玩。5月26號，香港明報爆大鑊，香港政府正喺度研究，最快年底啟動呢件事，點樣實施？點樣泊車？買咩保險？呢條視頻話你知啊！點讚加收藏，轉發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啦！粵車南下預計分階段實行，首階段年底先限停港珠澳大橋人工島、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，即係話你揸車去到香港口岸，但係暫時仲未入得市區，要泊喺人工島，由呢度去機場轉飛，或者到口岸過關再轉車入市區。呢一個自動化停車場總共有6000個車位，依家一期會提供1550個停車位。有粵港兩地牌嘅朋友唔需要申請，可以直接預約使用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。第二階段可能會開放東涌、迪士尼、北部都會呢啲片區，最終目標係實現粵車直接入市區自駕遊。不過政府話要睇住喺香港嘅交通承載能力，每日設置配額上限。至於點申請，暫時要等香港機管局公布細節，但估計同港車北上嘅玩法差唔多㗎咋，要網上預約搶位，提交車牌同保險嘅資料。根據舊年11月廣東省交通廳公布嘅消息，粵車南下嘅車輛必須係9座以下非運營嘅車輛，掛住廣東車牌，買香港車險或者粵港澳3地跨境車險，揸車入境後半年內一定要返內地，唔可以喺香港抵押或者轉賣。預計珠海街坊年底就可以率先體驗一腳油門直達香港。不過要提醒大家喎，香港嘅咪錶1個鐘16蚊，違例泊車罰款400蚊起步㗎，油費仲貴過內地嘅1倍以上。自駕遊前記得計好條數啊！關注我，了解更多大灣區嘅資訊啦。